好，各位靜一靜啊！我琴日個電話冇電，所以就錄唔到啦。我而家補翻俾你哋第六頁，Hello，第六頁嘅 C 音。咁咧 C 音咧，我哋之前教過 G 音係咁樣撳啦，A 音啦，B 音啦。咁 C 音咧就將你隻左手嘅手指公都放埋佢啦。換而言之咧，淨係撳一隻手指，淨係撳第二個掣嘅一隻手指。咁我而家仲未教你右手噶嘛，咁樣扶住佢，支笛唔會跌嘅，所以好穩陣嘅。好啦，你等一陣啦，咁我好快咧就將1、2、3、4題吹晒佢，停兩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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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題。第三題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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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第四，停，停，OK。